这片原本是要关乎大甲高速的树林空地，后来归属林地公所处理以后，由地方甲议员积极争取活动中心。第3700多万的财源到位以后，好不容易经过11摆发包，去年7月终于完工。14号市长甲这些民代贵宾正式举办启用典礼，场面相当热闹。请起门。啊！你一平12万，人家10万落去，其实你想要遐贵，即摆讲20万，紧去。你要知影硬件的成本吼，加足济，加足重。所以呢，咱希望讲真侪物件对的代志，会使做的代志吼，而且活动中心是咱的里民生活吼，定了的聚会所一个足重要的所在啊。所以当去就去愈早去愈好。启用了啊吼，里长的压力就大啦吼，但是我相信阿总里长无问题啦吼，一定是会当甲咱的所有咱的活动中心做啊更较好，互咱地方变成一个新亮点啦吼。近照大甲里活动中心落成启用动工，拄好是情人节，会当讲是双喜临门。市长也送巧克力，互大家欢喜过节。里面对一里一活动中心的政策落实，互一路行来里长可营中感受上深，然后嘛将充分利用作为学生课后辅导以及老人共餐等社区关怀空间。出去咱活动中心要用的，就是讲，咱要来用一个老人共餐，所有咱的长辈时代，咱的庙会合三个，咱的健身房，甲咱医疗。咱的活动中心，迄是多样化。咱也有当时咱的舞蹈啦、好啦，也是咱的一寡办一寡活动，拢是咱的医疗。未来的取向，就是讲，人工啊，咱的国校啊，都伫咱的边啊。咱有可能就是讲，咱的课外辅导，有当时家长咱也袂敢接，咱就小朋友引进来咱的活动中心遮，咱的就近照顾。原本偏远的公有空地变成活动中心，来关怀社区长辈做伙学习运动。同时，一开始一礼拜有一天，大家会当共餐、欢喜组织，等等的道路票使用，确实相当欣慰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